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三山风台直接弄去日本的九州，造成着航班大乱。另外有一只香港快运航空飞到日本福冈的时阵，因为风雨太大了，无人机伫咧空中短时7连，时间超过1点钟才顺利来降落。这个过程是惊险万分，旅客活要惊死。超猛的！ 旅客惊甲哀哀叫，坐飞轮机袂输咧坐游乐设施。三山风台侵扰日本九州，昨伫咧福冈甲新本起降的航班拢受到影响。这只为香港飞往福冈的香港航空是搁较喊过，伫咧福冈的天顶是坐7人，才总算是降落来。虽然今仔日三山风台的强度减弱，不过航班也阁是乱糟糟。新宇航空今仔日取消台北新本的来回航班，中华航空今仔日桃园飞往福冈，阁有釜山的航班嘛拢延前出发。就是要联络嘛，就很困难了。就如果不是跟团的话，就是都要自己弄的话，就比较麻烦。当然会不开心，可是如果说真的在机场遇到台风，我觉得如果硬飞也是不太好。如果可以取消就取消，可以延期就延期。来到上山机场，今仔日飞往羽田的航班拢顺利出发。不过网络顶也有真侪人烦恼讲，就算飞轮机顺利出发，行程敢袂受到影响？就是重新规划，然后要去调整一下，因为我们基本上出国是因为有一些演出或什么的，所以基本上先会联络一些当地的主办方，然后去更改一些行程，这样。中英航空表示，今仔日桃园飞往福冈的航班，拢会用大飞轮机来载旅客。那新宇航空今仔日甲明仔载拢是增加台北飞福冈，阁有新本来回航班来紧急应对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